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蔡总统详细演讲，点出伊执政7年政绩。针对两岸的议题，蔡总统强调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详细表演真精彩，国外是由日本翡翠技术，甲美国彰兴乐队，国内是由各地头的赛阵来到六月。杨毅是连假上过工，代替高铁拢有加发车帮。高铁各设指挥所随时处理临时调度。杨毅是详细庆典的主题是民主台湾坚韧永续。这回也是总统蔡英文上尾一届发表详细谈话，伊是用咱家己打造的畅水蓝，强调讲咱会坚定向前行。针对两岸的关系，是讲会坚守4项坚持。蔡总统阁强调讲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总统蔡英文入来最后一摆发表国庆文告，主题定为自信根本、国家前进，和世界因为台湾更较好。那第一部分无前进就倒退路，无奋进就方决定命运。蔡总统起头先就先讲到，江南国族经过30年总算做到啊。我们终于做到，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空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面对区域情势，蔡总统强调，为2016年以来一直信守约束，维持现状。再一次表示坚守4个坚持，也强调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在最后1年的文告中，蔡总统也讲起7年来政绩，包括婚姻平权、年金改革、甲基本工资条起定，感谢台湾人民，予伊2摆机会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蔡英文也发声，希望在选举的竞争过了后，中央政党会当放下激情，内部寻求更加大的共识，对外团结一致。这是对国家的共同责任，用对台湾祝福来结束。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大家上该瞩目的就是精彩表演。今年是由中华职棒的选手甲马京高中合唱团领唱国歌，有吊挂国旗对空中进场。落尾是由雷虎特技小组唱场圆满收尾。另外，日本的翡翠技术甲美国的彰兴乐队是甲咱的建中，阁有空军官校同齐演出，非常精彩。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总胜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接下来，在乐队的伴奏之下，国军开始操演，除了带来精彩的庆贺表演，更加以非常整齐的动作摆出详实队形。三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呈现双实队形。大会正式20点开始，今年国歌由马京高中学生，佮有中华职棒选手来领唱。这时阵，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是挂着国旗为空中慢慢啊通过。主题表演是由空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空中分列式开始精彩演出，展现空军的精密和高效。
接下来又穿着绿色服装的翡翠技师华丽登场，因是为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走乐部来的，这届用动漫的主曲来替中华民国庆祝。有超过100人编制 UCLA 总上行进乐队，有春金之声的美名演奏美式卡球歌曲，佮有拉丁风格等热烈的乐曲来带动现场欢乐的气氛。最后登场是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过观礼台，拖着红白蓝美丽彩烟，在空中画出属于台湾的自由甲骄傲。为这届的国庆大会画下完美的句点。记者林俊梅、曾志成综合报道。除了当年拢会有的乐器队表演，今年各地头的赛阵嘛来到参加到了解。这赛阵是以赛阵护台湾做主题，呈现武工族群的人才技艺。双十大典老节起过，今年8大团体同齐组成赛阵表演，其中台南本演了调行宫金赛阵和云林北港老头山艺阵，拢是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团体。台南调行宫金赛阵有100多年的历史，为着双十特别出动有80多年历史的开基赛组和第2代、第3代赛组做伙来演出，让大家看宋江山的棍法脚步。当即阵就是我怎讲的，这写习作的吼，写做的，无前头已经差不多80当左右。迄个郑秋静即阵吼是阮的2代赛组。这阵是3代赛组，这第3代的梁方武帝特别率领我们赛组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另外，也有传承一架子的北港老头赛的白鹤赛阵，艺阵所举的就是传统的台湾赛，表演的时会有白鹤引导赛啊，是目前云林保留上完整的赛阵。艺师黄浩明嘛，因为传承白鹤赛的制作技术，和云林县定着做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伊的角色就是咱是来带咱的赛鬼啊，甲咱的赛头进入一个表演的迄种演出的迄个道路，嘿啊，等于就是等于2只白鹤一公一母，伫咱头前赛阵的头前做一个引导。今年以赛阵护台湾的主题，呈现台湾多元族群的艺阵。研究传统民俗和艺术的学者林茂贤也讲，赛阵定定结合武术，其实也是呈现永过守护家乡的精神。每一个庄头呢，伊爱有家己的赛阵，佮爱练武。若拄着冤家相拍的时阵呢，出动变做是咱的这个部队。今仔日呢，咱伫遮表演。变做一款艺术，就是要来甲上好的这个人赛技艺呢，呈现到所有民众。过去台湾历史上，因为武工族群对立冲突，发展出各种赛阵武阵，演变到今才有多元精彩的艺阵。来自台湾各地的赛阵，除了庆祝双十、安定民心，嘛毋望国泰民安。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到庆祝的贵宾，除了有4000位侨胞专工返来台湾，各国的访问团计共是有10团131个人来，包含真侪友邦的头人，阁有加拿大、澳洲、美国、日本等好朋友来到乐园。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国际20多名热情的泰国侨胞穿家己做的服装，专程回国参加2023年国庆双十大典。来自南非的侨胞所穿显白的礼服，也是亲自设计，融合青天白日本的安配色。这个是南非的特色然后我是想说庆祝国庆嘛，用国家国旗的颜色来做。大社会热爱中华民国，辽国侨胞欢迎国庆典礼上国旗元素减少，不过美国甲日本侨胞是讲，真介意今年的主视觉，也表达是为着蔡总统任期最后1年反台支持。都很有设计，非常的有设计感。最后一轮，所以他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回来。今年大约有4000位侨胞出席国庆，比去年加1倍。那各国贵宾有10团131人来台参与，包括休邦总理总统、圣克里斯多夫总督、圣文森总督、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麦康诺。澳洲前总理甲联邦众议员莫里森，参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众议长，也有日本纽瓜困会长古乌圭斯带领42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大型访问团，展现台日友好情谊。
Friend in needs is a friend indeed. これを確立しているのは日本と台湾。これからもこの素晴らしい信頼と絆の関係を、これが私たち日華議員懇談会の重要な役割の一つであります。And so we wish to support in ensuring a resilient Taiwan and a region that has a strong deterrent against any violence or any aggression that would seek to take away the peace and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澳洲前总理莫里森会见蔡总统的时表示，台俄之间有强大的伙伴关系，澳洲坚定支持台湾维持韧性，确保自由甲和平。蔡总统是指出，希望扩大甲澳洲国防安全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明年的总统大选，郭文哲甲侯友宜敢会整合，对这选举结果会有真大影响。侯友宜的阵营就提出方案，要赶紧甲民众动桥。也若是郭文哲是提出承办3场政见辩论会，落尾用民调来拼输赢。双十国庆大声唱国歌，前总统马英九早起出席国民党党部升旗典礼，甲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等人同台。尾啊，侯友宜嘛以新北市民的身份赶到新北参加双十国庆的升旗典礼，佮甲马英九、朱立伦跳健康操。不过2024事在野安怎整合？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找到伫面册，大家郭文哲的相片，要做南北合的汤库。朱立伦要邀请韩国瑜做副主席并选战。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希望一起来协助我们2024的大选。今天我也会跟韩市长见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些辅选的事务。韩国瑜出手促成南北合，侯电影提出2对2沟通，要赶紧甲民众党展开先前的准备磋商。郭文哲完了接招。金溥中前秘书长以及王建廷秘书长来做先前准备的磋商，我们也提出了3个层面、6个方向，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那我们就派黄珊珊跟那个周宜修那见面就先讨论，先来办3场政策辩论嘛，再来就比民调，这样就好了。我蔡太一定七拖八拖的。除了比民调，要搁办3场针对国政、国家方向的公开辩论，希望转庭公开透明。独立连署参选的郭台铭早起甲副手罗培霞参加台北市政府的升旗典礼，下晡是到各连署站去冲人气。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也没什么坏处。小规模的毕制作业，不如我现在起而行。走遍全台湾，唔惊互人踢一边。郭台铭嘛向支持者发讲，爱先达到100万份连署数的目标，有真侪民意，都搁较有条件来去讲在野整合。若是副总统赖清德再去甲蔡总统伫府内接受各国的庆贺团代表以及自带赛节的恭贺。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双十烟火活动是伫咧台中举办，3万发烟火配合无人机的表演，计共会有36分钟。台中市府预估是会有10万人去看，因为是对下晡3点开始，就已经有真侪民众先去占位。另外，今日是连假上尾工，台铁、高铁是拢有发加班车，避免这中秋节排队排甲长落落的情形又搁发生。车是一台接一台，临时伫站才停车，互人客落来。警方专程是叫因紧落来紧走。双十连假上尾一天，拄着台中在放双十烟火，高铁台中站下晡开始出现一堆人。高铁公司毋但伫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佮甲站内爱付钱的椅仔拢拆掉，外国含中秋节同款袂付所运。不好买。怎么说？现在晚上回去就买不到啊，晚上9点以后就买不到啊。无好买。无好买啊。阮小朋友甲阮买啦。民众反映讲票歹买，高铁下晡是特别加开一列，搁全拢停的专车自由坐列车。这班车是对彰化站发车，停台铁新乌日和台中站了后，就直接到台北，希望会当来加强疏运中部的旅客。甲管制区内面停伫停车机的车，拢刷去外围停车场。双十烟火主场地台中市的中央公园，交通局是强力清空。暗时8点的烟火，外地游客有人下晡还袂3点就到啊。
开车来的。一路上都还顺吗？很顺啊，今天都没有什么塞车。他总共有开4个停车场，都好大，现在都还没满呢。边仔停车场嘛有一大堆车入来停，4条接面过去场地的路线，下晡4点开始发车。不过有台中在地民众讲内面指标伤少啊，因惊规波拢找无会场的观赏区伫倒。我们走了很大一圈，都不知道说要从哪边进去。对啊，想说等一下问一下那个志工他们。OK， 还找不到会场，对不对？对。双十烟火过9年，搁登来台中，当作会放3万发的烟火弹，搁配无人机的展演，专长36分，似乎预估会入来10万人，这嘛考验各单位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以色列甲哈马斯组织相战已经第3天，双方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也搁有几大阵的人是去互哈马斯掠去做人质。以色列的政府就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区。总理纳坦雅胡阁呛讲，报复的行动才拄开始尔，要互哈马斯付出代价。波塞工会就甲提定更硬硬，最高案翻点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以巴冲突进入第3天。以色列政府决定对哈马斯大本营有23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进行全面的封锁，把所有电力、粮食、燃料还有医疗物资的供应拢切断。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安全会议上批评哈马斯的行为就是野蛮的伊斯兰国，讲对哈马斯报复的行動才拄開始爾。האויב הנאלח הזה רצה מלחמה, הוא יקבל מלחמה. התמונות של החורבן וההרס ממעוזי החמאס בעזה הן רק ההתחלה. 以色列军方证实，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加尤尼斯拢已经死亡。纳坦雅胡呼吁反对党团结起来，支持政府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以色列接落来军事行动，将会让巴勒斯坦未来几落的世代拢感觉震撼。不过，哈马斯的指挥官呛声讲，加沙已经做好准备，会当当几落个月。أما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يصبر ويتحمل، نحن لدينا مخزون يكفينا أشهر، يعني مش مقطوعين، صبرنا 51 يوم في حرب 2014 مستعدين أن نصبر أشهر عديدة。这场以巴几落10年来上血腥的冲突，若是双方的人民死伤真惨重，也影响到真侪国家的民众，包括美国、加拿大、俄国、泰国、爱尔兰的国民，拢伫咧攻击中死亡。另外，哈马斯也掠走800人做人质，威胁以色列，若是继续攻击加沙的民众，将会替人质做报复。卡达甲埃及已经出来要协调，土耳其也想要做中人来调解。Türkiye olarak tarafların talep etmesi halinde esir takası dahil her türlü arabuluculuğa hazır olduğumuzu belirtmek isterim. 美国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战斗群已经驶往地中海方向，不过美国方面强调未派兵协助以色列。包括奥地利加德国已经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计划，不过欧盟是无暂停援助的打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催告呼吁联合国紧急介入，阻止冲突继续恶化。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这回哈马斯这大规模的攻击，有专家认为讲，因上无已经布局2年，这以色列竟然是无发现。有国际媒体就认为讲，哈马斯假影态度落软，互以色列放下戒心，是这上重要的关键。加上伊朗去互怀疑讲有暗中帮助哈马斯，若无这哈马斯应该是无才调发动这大的攻击。哈马斯武装战士接受陪线训练，正携手降落，互相暗号前进。另外一位训练基地战术射击正准，快速走入起步语的以色列徛起的建筑，跳入以色列的国旗弹雷涂骹。哈马斯武装分支团体进前也公布训练影片，显示这个上千人的特奥突击部队战力真强，这次对以色列的陆海空攻击是有规划，而且一定要赢的行动。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用奇特的战术，过去2年继续真野戦冲突，接受以色列对加沙路港的经济诱因，暗中伫推测军事计划，有当时甚至公开演习训练。以色列情报机构无及时发现，会当讲是历史性的失败，原因甲死对头伊朗有哪有关系？ Les renseignements israéliens sur l'Iran font des miracles. C'est-à-dire que là, pour le coup, on ne ricane pas.
des opérations israéliennes en Iran. Oui, mais du coup, il y a vraisemblablement eu. 因为伊朗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甲哈马斯，包括以色列官员甲《华尔街日报》这的媒体，拢讲伊朗甲真主党的势力伫背后支持协助这届攻击行动。一旦证实，会使你区域的情势又搁紧张。美国表示，目前也无看到证据，伊朗嘛已经否认。但是哈马斯选择这个时机攻击，一方面是趁当地乱，因为以色列内部拄啊好是司法改革分裂不安，另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One of the reasons it carried out its attack now is because of the prospect of normaliz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Saudi Arabia is the custodian of the two holiest sites in Islam. And I think Hamas fears that if there were to be normalization with Saudi Arabia, other Muslim nations, other Arab nations would follow suit. 哈马斯的手段为较早小规模自杀炸弹变作跨境亲门大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冲突的性质规个彻底变化，搁激起外国人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标准案例。以色列也未搁以较早的态度甲手段应付，一定会彻底牵制假杀的哈马斯。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冲突愈来愈严重，红社当地政府是已经通知居民乘船3天的物资优惠。根据咱观光署的统计，咱的旅行团旧上2团甲永信1团，计共有74个人是已经要离开以色列，会先去附近的国家约旦，才搁想办法对迄边转来。无情的炮火轰炸以色列当地主体大楼甲建筑物，都安尼互摧毁，死伤搁较是严重。就伫攻击行动爆发了后，几间国际航空公司就直接宣布取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造成机场状况合理混乱。目前当地旅游的台湾作家普阿斯搁较表示，当地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爱居民准备3天的物资，就惊冲突进一步发生。这几天那个机场的状况比较乱，因为很多旅客都要回去了嘛。像我们亚洲国泰的飞机就一直在改班，这2天其实会比较紧张一点，因为政府叫人民要准备3天的食物、跟水、跟手电筒，因为现在比较担心北边啊。就是那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一边，这2天应该是蛮关键。根据观光署的了解，目前包括旧将旅游2团甲永信旅行社1团，有3团74人会离开以色列甲约旦，旅客一直平安。因为原定班机调整，旅行社当安排自约旦转来台湾的航班。针对这件突袭事件，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马亚就表示，目前伤亡人数继续升悬，至少300个以色列人死亡，多数是平民。另外超过1800人受伤，超过100人互白家杀，包括少年人甲妇女囡仔情况互人惊。We have not only the right to defend ourselves, but also the duty to protect our civilians in our territory. 尤马亚表示，有部分国际航空暂停飞以色列班机，不过以色列航空颠倒伫全球加开班次，运送以色列人回去。目前伫台湾的以色列社群大约几百人，有一寡是后备军人，已经请驻台代表处协助回国，有一寡是家己订机票回国。记者综合报道。秘鲁警方伫因遐抓到一个台湾的诈骗集团，包含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人。因是甲43个马来西亚人甲1个台湾人关伫咧厝内，逼因敲电话诈骗。每副青纱露出较只偏大面积的彩色赤图，这位台湾来诈骗集团成员，全部互秘鲁警方破门抓到。伫首都利马豪华主题当中，除了诈骗集团成员以外，也有43个马来西亚人甲1个台湾人，因是被逼踮伫这所在，敲诈骗电话来骗钱。总算这条自由，受害者忍袂住拢送一口气。诈骗集团顶个月透过社群网站，给互立马交场真好工作机会，吸引到遮，佮提早个人护照，拘禁因做诈骗，因干能伫暗时工作，逐工也干能食一顿。Estamos solicitando 7 días, que es el máximo que nos da lo que es el Código Procesal Penal, atendiendo, ¿no? Que se va a realizar un número de diligencias, señora magistrada, más aún teniendo en cuenta que son 42 agraviados que se tiene que tomar la declaración. 好佳在有2个查某囡仔到处报警，才互诈骗集团逼空，警方超出1万多块的美金，数十支手机啊，还有金融卡。秘鲁法官下令对6个台湾人甲2个秘鲁的人，羁押7天，受害者是会被遣返。伫秘鲁也有数百个马来西亚人，互共款真好的工作机会去，最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舒默带团访问中国上海、北京甲西安。外界认为讲，这绝是拜登咧替拜登佮有习近平见面铺路。不过，舒默在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的时阵，说是直接甲中国洗面，批评讲中国无听以色列，实在是无大过办。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跨党派参议员6个人组成访问团，最到伫中国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2019年了后，隔4年，各有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如何相处，这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几任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外界期待这次访问会当为后个月拜习会铺路，也毋过美国总统拜登对后个月伫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甲习近平会面表示目前无安排。There has been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苏比尔甲同齐去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无寻求甲中国发生冲突，也无希望甲中国脱钩，愿意甲中国加强对话沟通。We make clear we don't think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exists right now. We need reciprocity. That means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as freely in China as Chinese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in America. 这次访问，苏美也甲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对中国只是简单呼吁以巴双方保持冷静。苏美当面表达不满，伊也敦促中国人民甲以色列人徛做伙，谴责冷漠和恶毒的袭击。250 young people gathered at a dance, and the Hamas terrorists took machine guns and shot them all dea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be hones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that showed no sympathy or support for Israel during these troubled times. 中國外交部伫哈馬斯犯下暴行了後，顛倒發新聞稿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也講安尼才會當平息衝突的辦法。蘇比爾認為，這並不是大國應該有的態度。公視新聞鄧慧仁編譯。昨下晡有一隻藍色的車是向衝入中國駐美國舊金山的總領事館，嫌犯犯案了後，佫一直話講中共在哪裡。美國警方趕到現場是已經把人打死，不過這犯案的動機還佫調查。一台藍色轎車，美國時間7到下晡衝入去總領事館的簽證處大廳，現場規個如蒼蒼，民眾驚甲趕緊逃離開現場。警方拘捕到場，開槍將嫌犯制服，嫌犯送醫了後也是救無回來。Officers rendered aid, and they had summoned paramedic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Fire Department. And in spite of the life-saving efforts of the police officers, firefighter, paramedics, and personnel at the hospital, the suspect was later pronounced deceased at the hospital. 案發了後，警方喺現場圍封鎖線，因為有民眾看到嫌犯犯案了後，一直大聲喊中共佇倒位，嫌犯的身份、犯案的目的也有待查清楚。警方也呼籲民眾提供相關的線索。There'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give at this time, and we do ask that if anyone was a witness, if anyone has any video, we know there's some cell phone video that's already circulating out there, to please contact investigators. 包括舊金山警局、美國國務院也甲中國領事館當地合作處理專案。官方發聲明，嚴厲譴責這個暴力事件，佮向美國提出正式交涉，要求趕緊查明真相。記者綜合報道。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高爾丁得獎，是這有史以來第3位得這個獎的女性。伊研究的內容是女性的勞動市場。點出講，這婚姻甲家庭是去影響到女性的收入甲頭路，呼籲各國都要改善政策，讓女性有更較平等的權利。住在加州港大發表演說，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哈佛大學勞動經濟學家克勞迪亞·高爾丁得到，伊捌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佮研究女性勞動市場超過40年，是上早導致性別經濟學的學者之一。豐富的研究成果為全球帶來重要的影響。You know what? Economics is about people. It's about inequality. It's about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t's about health. It'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about well-being. 高尔丁以美国No.1的数据来探讨当今性别差异安怎有关严重。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甲经济成长并不是正相关。就算从事同款的职业，女性伫第一囡仔出世了后，收入就产生差别。What I have said is that often what goes on in the home is what we see reflected in wage and occupation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market. Work from home for many women became work from hell. And so it raised in our consciousness the notion that care should come to the top in terms of public policy. 高尔丁的研究反映婚姻甲家庭责任，定正做阻碍女性得到平等机会甲待遇的因素。虽然研究数据以美国为主，却也反映全球的现况，提供当代甲后世思考，参推动改变。Labor economists worked on the issue of women, and the reason is that for economists, change is important. In some sense, recognizing where the problem is the first way to begin. 公视新闻牛眼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立法院预算中心最近是发布国防部明年的预算评估报告，其中国军志愿役是减少到15.500人，这第一线战斗部队的实际驻兵的人数是无到计划的8成，这恐惊是会影响到培养长期的军力。不过国防部是回回讲，主战的部队平均的表现有到8成以上。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最近是发布国防部明年度的预算评估报告。除了经过讲国军志愿役的官兵，即马人数已经降到155000。国讲真济第一线战斗部队的表现比是无到8成，包括陆军外岛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海军各舰队部队，其中有反舰防空动人的海防大队，含空军的防空和飞弹部队嘛，互点名。海军的海防大队是机动化的陆基地对海反舰飞弹部队，因为国军会伫2020年以前，小连续摕到各组的向风2型、3型和向山精灵型反击飞弹，嘛按算伫2028年以前，摕到100套的美制陆射鱼叉飞弹。因为操作的飞弹数量增加，海防大队嘛会分阶段来扩大编制。第一步就是明年底进前，拓作海军制海飞弹指挥部，若人力无够，就会是一个警讯。国军可能接下来会碰到的就是有武器，但不一定有人来使用。我个人会认为，其实现在的国军正在进行一个重新的转型，他会去重新的去编配。国防部是回应讲，目前国军主战部队平均的表现有8成以上。另外，联合报讲，国防部今年5月是修订国军军事投资建案作业规定，正在讲要用第一预备金去支援已经超过预算的编列时程，但是真要紧的建案，这项质疑讲这是互军购先做才通知的这种条款，预算中心嘛认为爱思考敢不适合。有关新增第一预备金20亿元，它是一个公务预算，所以仍然会需要经过立法院审议3读，所以媒体所谓的上方保荐条款并不是事实。国防部指出讲，相关立法院预算中心评估报告建议，这种案按照预算法第83条，国防紧急设施也是战争，另外提出特别预算，国防部会考虑敌情变化加紧，来斟酌考虑相关的政备需要。记者综合报道。小庆丰台升等人数已经1礼拜，昨暝11点总算是规个岛拢有电通好用啊。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厝内受损，煞是叫无土水师甲水电师来到修理。目前人数是当咧招2工到3工，按算明仔载卖开募款口座，接受各界捐款到订建。超过17支的强风将南市居民厝内的门规个吹走，风太过了后，规个南市街路居民的厝毋是风吹倒，就是厝顶风吹走。民家厝受损的情况真严重，全岛2000多户，会当讲一半受损。这个受损的程度都不一样了，看起来一半的住户都有多多少少的受损害。初到暗，台电已经抢通全岛电力，港口也清楚航道开放海上交通。乡长讲，即马岛上也咧清理在后山上的本色，根本无人力会当修善厝。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向劳动部通报南市需要修善厝的人力需求，同时招募协助加收入户修善厝的职工，需要的材料费用在1个开立拨款口座，提供各界捐款协助南市受灾居民。中建家园。
那至于这个灾后零工的部分，我们也会将核定之后的即时讯息会公告，那就业服务中心也会协助来做这个灾后零工的招募。开设专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也正在跟乡公所那边联系接洽中。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提供临时受灾户每户5000个吉兰慰问金，也毋过乡公所估计，包括渔船损失甲民间需要的重建经费，可能达到上亿，需要各界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4年外之前，台湾籍的集会轮古良号是一个屏东满洲外海跨山，甲真济船乌打拢海去，政府就要求赔偿500多万，一审是判赔65万外。垦丁国家管理处即阵是阁加告船长有失角切，说讲法院就判船长要赔377万外。无在会不的计量号是靠搭伫个屏东县满洲乡的外海，船长等7个人拢互救起来。代志发生伫西元2018年12月中，所到隔年的7月，船体才移除，嘛互海底的硬酸湖毁损面积有377平方公尺，遮尔宽，都要阁复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一开始是向船公司求偿要580万，但是一审敢若判赔65万。上诉了，伫个律师建议之下，另外告船长，顶个月判决，船长要赔377万9千多块。9月份已经有初步的判决下来，我们会在正式收到判决书之后，以律师讨论是否接受这一次的判决。判决指出讲，细数的船长认为讲，迄当阵伊是伫个休困时间，并毋是驶船的人，过失应该互驶船的人去承担。嘛提出抗辩，讲古良号无离开航路，但是法院是根据海巡的资料认定讲，实际航线和原本定的是差真济。嘛认为讲，船长应该随时去修正航线，毋是悠哉船员用自动驾驶的方式离开航道。公关处和律师讨论，敢要接受这个金额，但硬山湖的状况都无遮好。从初步来看。软珊瑚的恢复比较快，然后硬珊瑚可能需要10来年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准。代志发生到已经要5冬啊，垦管处是真积极的呼吁，每2年就派人冲出去海底做损害面积的调查，按算过10几冬，海底硬珊瑚才会当恢复到较早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网络看文章，讲伊进前伫咧万丰病院站坐车的时阵，车厢内底有一个查甫人脱裤点红花，佮涉嫌甲女学生头翕相。警方目前是还咧查这个查甫人到底是谁。查某囡仔坐捷运出站，查甫人对伫后壁涉嫌偷翕下底裙，毛穿乌衫查甫人伫捷运车厢内搭碗穿白衫的乘客，好亲像讲下身一直共吸。台北捷运不时传出性骚扰，即马阁有网友讲，下班尖峰时间伫捷运的车厢内看到有查甫人下身规组并出来。网友 PTT 文章讲，7日下晡4点外，甲查某囝为万丰病院站上车，边仔徛2个女高中生。捷运尖峰时段，车内有一个查甫人愈来愈晚，伊用手机开翕相功能，因为伊看到这个查甫人真不顺，下身规组拢并出来。而查某囡仔的尻川皮愈来愈晚，惊到这个变态，就用手机拍字叫学生囡仔离较远的。经联络当事人，其表示无法前往观看影像及指认证明涉案男子。且不愿提出性骚扰申诉告诉。亲像这种妨害风化案件，今年前9个月，台北捷运发生2件，性骚扰案件嘛超过20件。这届接到报案，警方调阅相关影像甲票卡，积极侦办以外，嘛加强巡逻。按过目前为止，也无抓到涉案的查甫人。遇到的话，我应该会假装没看到，快点跑走，这样就是先报警，先通知有没有保安来。坐车拄到不熟的查甫人，民众的做法拢无同。地兴基金会是建议避免用话加刺激，不管是当事人，或者是说这个重要他人收证，然后让他进入司法，让他知道这个后果。妇女团体是讲，在安全的情况下，爱释怀搜查证据报案，用法律来约束，互性犯罪加害人清楚乌白三做，爱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双十节，今日出世的婴仔，各方合作双十婴仔。今日早起，大安病院都有3位双十婴仔出世，成功病院有4位，新竹市嘛有9位。不过这算起来数量其实是无算介济。有妇产科医师的预告，因为愈来愈侪少年人唔生，去年台湾出世的婴仔都已经价甲破纪录，今年恐惊会阁较少。
41岁陈小姐原本预产期是伫10月后半个月，无想到因为有心血糖伤悬，提早去病院来催生。10号透早就破腹生一个3300公克的宝贝查某囝，意外变作双实囡仔。这是因的第一个 baby， 爸爸阁因为伤激动流目屎。第一胎嘛，然后又是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就是我所谓的人家讲的前世的情人哦，超开心的。昨天她刚出生那一瞬间，我还哭了，还滴了两三滴眼泪。预产期的话是10月19，那因为宝宝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就是有提前就是要先生出来。相信这病院的产房是小连续传来好消息，譬如讲台湾病院伫早起就有3个双实囡仔出生，先讲病院有4个，新德市嘛有9个双实囡仔，不过拢无到10个。有妇产科医师讲，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一个少年人无要结婚嘛无要生，少子化的问题真严重。去年台湾新出世的囡仔干那138000，创历史新高，今年恐惊还会较减。今年到6月30号，我们全台湾的出生率还不到6万。那去年的总 total 是138996个新生儿，所以6月底还没有到6万，是比去年还要少很多，所以理论上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少。医师提醒讲，想要生囡仔的翁仔某应该把握25岁到34岁，这是上好生囡仔的年岁，而且确实定期产检，降低关危险有新的风险，做伙守护母仔囝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对2018年到今，大约是有4000项药品退出健保，这主要的原因是有其中超过一半连续5年拢无人申报，而且嘛有别项药会当替代。这对民众影响算无介大，不过药界是呼吁爱甲普拿疼、胃药啊等等取消健保给付，安尼才袂有人定去替，煞无借去，浪费资源。就是这种会当舒缓大目症状的灵感目屎药品，对联点眼液，去年健保使用超过200万元，也所传出今年底会退出健保改做自费。对此有药师认为，类似这种指示药品应该全面取消健保给付，才会当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应该用的所在。健保不给付这一块，这种小病，其实民众到药局直接去跟药师来做咨询，来购买一些成药、指示用药，相对对健保的整个体制来讲，相对也是更好的。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药品退出健保上大原因有超过50%是因为连续5年以上无健保申报量取消支付。另外，许可证过期无登验注销，厂商建议取消健保支付，甲无生产也是无数值达5年等原因。为2018年以来到今，已经有4000多项药品退出健保。健保核价太低的相关性不大，它主要都是厂商自己的营运模式的改变，或者制造厂的变迁，或者是说他觉得在市场的占率已经不高了。健保署强调，当药品过专利期，含药药陆续上市了后，继续就会讲。那有药品要退出健保，健保署也会评估替代药品影响因素等，佮加以应用。另外，药界提议，像普拿疼、胃药等指示药品全面退出健保，目前各界犹原在讨论阶段，还未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山羊仔最近是常在伫咧苗栗南庄的嘉里山区出现。有爬山导游就表示，伊是已经拄到骨落解，而且发现讲因想要变甲较无惊人类。苗栗的农业处就提醒民众，莫去甲因饲，才袂互因伤瓦靠咱人失去生存的能力。草埔内传出声音，原来是长庄山羊仔当伫认真食物件。我都要哈。出来咧食草啊咯，成功山羊啊！山友讲真幸运，即只长庄山羊仔真平静，好亲像毋惊人。愈来愈侪山友用面册社群分享，伫苗栗南庄的嘉里山区，常常看到长庄山羊仔出现。资深的引导是讲，长庄山羊仔常常会伫中悬海拔的山区，嘉里山只是其中一个。个人最近在阿里山山区、在大雪山、在99峰。这些地方都有看过台湾长鬃山羊，它们的栖息地遭受到破坏之后，渐渐的最近这几年来数量越来越增加，然后也有往低海拔来生活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张浩阳是讲，南庄的嘉里山高度2200公尺，是属有小百岳之一，因为是热门爬山的路线，山友真侪。长庄山羊仔好亲像嘛对人的出现渐渐会惯势，传出有看到的人愈来愈侪。苗栗县农业处烦恼行为模式有可能因为安尼改变，可能会就是有因为
喂食，他们可能看到人也会变得不怕人这样子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游客就不要喂食野生动物，这样子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县政府表示，长江山羊是台湾特有种，也是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主要分布海拔1000公尺至3600公尺的山区，所以嘉里山出现这是真正常的。不过为了避免惯势，甚至较瓦靠咱人，提醒山友唔通甲吵，嘛唔通甲饲。记者综合报道。10月是台南文资月，台南市文资处是办真侪活动，包含互民众了解逐间庙寺的历史，嘛会当实际去体验抽摇签。行政宫就表示，因庙内的摇签目前是已经有360首，是全台湾保生大帝庙当中上界侪。每一个学员手提学习单，哪听导览员讲解，哪找找临尾答案。每一间宫庙就哪亲像博物馆，为了要互民众充分的学习，台南市文资处运用北区公所、参清华大学所开发的教案，伫咧树顶行政宫办现地教学课程，除了带学员入捌历史悠久的牌匾、门神甲壁刀，另外嘛，互因实际体验抽摇签的文化。文资处办的这个活动，然后就是可以让专业的人来带领孩子，就是能够用更深入的角度来看，透过跟这些场域的互动，然后你真正去亲近他们、认识他们，那透过一些比较活泼有趣的一些数位体验啊等等的，让你就是重新去了解说，他过去可能曾经其实是这样子一个脉络而来的。新向大道公禀报了后，手铿伫咧按着迎香10秒，到尾才开始抽签，就要3个上杯才准算，这就是抽摇签的过程。这项传统文化到达上百档，庙方表示，传统摇签敢若330首，在地中医师高国钦发觉现代有真侪文人病，用10档去研究收集，佮跋杯请示，落尾替庙加增加30首，嘛弥补100档来摇签文化的断层。百姓对宗教的信仰除了这个精神上以外会辛苦白疼，嘛是会来找保生大帝。咱保生大帝拄啊是这个医神。所以对医药方面，阮也是真内行。俗语讲，也得神，也得人，庙方提供抽摇签的服务，互民众会当心安。不过，嘛有建议讲，身体若是有各样，嘛是爱找医生甲特动。文资处伫文资会办一系列趣味佮轻松的活动，希望互民众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本土文化的面貌。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三川门通常是大庙才有的建筑结构。不过，屏东南州有一位85岁老师傅林福准，伊是发挥创意，为中小型的庙寺设计三川门。伊逐工亲身教少年辈要怎制作，要把这项技术传承落去。伫咧屏东南州乡的这间工厂内底，老师傅当咧指导要安怎设计宫庙，已经有60档经验的林福准，为着互庙仔会当方便运送起造，毋但开发出无共造型的模组。佮甲原本大庙才有的三川门结构，运用伫咧中小型的宫庙，互规模较细的庙啊，嘛会当有百样的建筑特色。我们在运送的时候都是需要在路上，所以宽度一直是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点。那后来我们董事长突然有个灵感，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本来没有办法突破的这个横向的想法，就是把纵向的把它转成横向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后来想说就来开发这样子3个门的一种造型。三川门就是宫庙的第一殿，又搁号做前殿，就是上外面有3个门的建筑空间。通常造型拢真显目，装它上复杂搞工。老师傅坚持好的工程品质。逐日拢亲身到工厂巡视，完全看袂出来已经85岁啊！一生会当啦，是讲在这个世界上会当来创造一寡一般的有较特色的工课。下一日食加到82岁，我嘛还要搁想要做工课，因为一生在世间短短念伊过，咱甲做一个留念。除了三川门的设计，老师傅也发挥创意，开发无同款形式的宫庙，甚至佫创立家己的品牌，希望会当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有兴趣学习，甲这项起庙的技术传承予后代。记者综合报道。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成立一个画壁画团队，望甲地方的壁画斗起来，正做报道在地的风景。因今年hiệu热是来到第4站屏东潮州，就招当地乡亲做伙画壁画，
用艺术传承在地基地。温色彩画图样，展现亲子共同读册的温暖画面。台湾艺术大学的裱画团队平岛图，趁今年热热来到屏东的潮州，找在地乡亲做伙装他家己的社区。就是想要壁画环岛这样子。那后来我们讨论之后，决定要用社区活动的方式，跟社区有更多的连结。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来作画之外，我们还加入社区民众跟我们一起完成。现主时，潮州的潮南社区当咧推动亲子共读，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就对这个风气设计3代共读的图样，让大家来画。这回就连当地潮南国小嘛来加入。校长表示，这款活动会当培养囡仔对社区的认同感。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整个潮南国小的孩子一起来创造。一起来参与我们整个一个社区拼导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让我们整个潮南国小所有的孩子对我们的社区产生一份的一个认同感跟归属感。用拼导图这个口号名称呢，拼起他们的希望工程。那他透过自己的一个创意绘画，那帮我们的潮南社区共制一幅美丽的图画。裱画活动除了展现社区的特色，嘛增加人甲人之间的互动。发起人表示，希望团队会当继续为台湾用艺术传承在地的记忆。拼导图，把回忆拼好给你。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又搁争起来，这上界可怜的，就是两边的百姓。住伫咧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囡仔，因为这战争根本就无法度享受囡仔时代无烦无恼的日子。有一阵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伫咧去互崩弃的厝顶悬创作，画出这战争对囡仔伤害。真侪民众有大人嘛有囡仔，走来这个互炸弹崩甲脆糊糊的所在，要来遮看一场非常特别的艺术展览。一阵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选伫加沙走廊的城市戴尔拜莱赫，这个受到以色列炮火攻击的所在，伫已经炸害的厝的壁顶，也是条仔顶头画图进行艺术创作。هدفنا ورسالتنا نظهر للعالم كله إنه إحنا من مكان الركام دمار بنقدر نوصل رسالة بلوحة فنية طبعا بتعبر عن معاناتنا معاناة شعبنا。重新倒来家己的厝，看到规涂骹的阿摩头碎片，佮看到壁顶画即幅图，厝的主人阿贝迪心内非常感慨。الصورة هذه موجودة في نفس المكان اللي كانوا أطفالي متواجدين فيه واللي بيتواجدوا فيه والحمد لله إنهم ما انصابوا بمكروه。这场艺术展览的主题，合作去互占领毁掉的囡仔时代。艺术家创作的壁画当中，有受伤流目屎的查甫囡仔，有甲伊的红仔的面暗掉的眼神真惊吓的查某囡仔。嘛有一个查甫囡仔的天才雕像，手摕一张伫炮火之下死去的囡仔的相片。因为展览的场所就是受到炮火攻击的现场，互参观的人更较会当感受到迄种残酷。但是对所有受害者甲因的家属来讲，炮火所造成的伤害，恐惊是任何艺术作品拢无法度完全表达的。记者甘美恁编译。英国皇家食物园区园今日是公布一份报告，这科学家是预测世界上有超过75%人类也无熟悉，也是已经未发现的食物将要断种啊！这开花的食物嘛有50%面临威胁。下面号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夫莲，甲全世界上市的果实莲、卢安达诸如果实莲，即寡变贵也是已经灭绝，互英国皇家园艺家和有成功的食物拢收藏伫英国历史悠久的皇家食物园区园内。七十园园公布最新的研究报告，2013年世界食物甲真菌情况，佮预测世界上超过75%唔知名，也是未互发现的食物已经面临灭绝的威胁。也有我50%已經知影開花食物也面臨同款的威脅。9 out of 10 of our medicines come from plants. So if we think about half of our future medicines no longer being available to us because those species have gone extinct, that's the level of threat and level of impact that it could have on humans in the future. 食物会当做成药物、生物燃料甲食品，若无食物，人类会无法度生存。伫2016年第一份的世界食物状况报告就指出，食物的自然生土地，互人类改造农地，也是随意错掉，已经互全球1/5的食物面临灭绝的风险。若情况无改善，食物灭绝的程度会加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26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